我今年42歲，如果我可以同30歲嘅自己坐低咧，我會俾呢啲建議佢。第一，真正嘅目標唔係減磅，真正嘅目標係令到身體咧唔再痛、唔再攰咁樣打到籃球，有咁耐打咁耐。第二，大多數爸爸放棄籃球係因為身體先投降，當身體修復翻好，籃球自然就會翻嚟。第三，如果你嘅健身計劃融入唔到你嘅生活嘅話咧，一定做唔耐，因為咧動力同意志力咧會消失，但係咧系統係永久嘅。第四，小朋友唔需要你爆肌，佢哋只係需要你夠健康啦、夠活力啦，同佢哋玩。第五，40歲打籃球唔係講天分，係講心肺恢復能力同埋關節。第六，我以前以為食少啲、運動多啲就可以。咁25歲嗰陣時，呢個方法都 work 嘅，但係去到40歲忙碌爸爸嗰陣時咧，就真係唔適合啦。因為兩隻腳嘅方法咧唔夠 support 啦，唔夠穩定，會令到大多數嘅爸爸啦失敗。第三隻腳嘅方法咧夠晒穩定同埋可行。第七，錯過一次運動唔係問題，錯過一次運動令到你成個 plan 崩潰啦，呢個先至係問題。第八，啱爸爸嘅系統咧，應該一早咧就已經預料咗工作要 OT 啦，小朋友嘅行程表啦，同埋不完美嘅時間表。第九，爸爸照顧好身體其實唔係自私，而係令到自己咧有更多嘅精神咧陪到屋企人。第十，營養補充品唔係去取代你飲食同運動，但係佢的而且確係可以倍增佢嘅效果。第十一，最好嘅籃球狀態唔係一場打得好，而係可重複嘅體能。下個星期、又下個星期、再下個星期都可以打到。講開打波，如果大家揾緊一個地方可以有一班爸爸一齊打波，又一齊 keep fit 嘅話咧，練翻頭先我講嘅可重複體能咧，歡迎加入我哋嘅免費籃球爸爸俱樂部嘅特別群組，click 下邊條 link 咧就可以啦。第12，場上最 fit 嘅爸爸其實唔係特別優秀，佢哋只係明白咗去到45歲嘅身體唔應該再用25歲嗰套嘅方法。第13，如果你個健身計劃係靠空閒時間嘅話咧，你好可能會放棄；如果你個計劃係為忙碌爸爸而設咧，你可以持之以恆。第14，40歲仲用緊好極端嘅25歲嘅方式嚟操咧，就係受傷同退場嘅最快方法。第15，瞓覺咧係你訓練嘅一部分，佢係全世界最好嘅補充品，而且係免費添。第16， 40後減脂咧係要靠聰明嘅系統㗎，唔係得閒先做運動啦，同埋死谷個身體。第17，籃球體能咧係針對性嘅，淨係落街跑步咧係唔會救到你對膝頭同埋你個耐力。第18，最 fit 嘅爸爸咧一定唔會淨係靠動力啦同埋意志力嘅，佢哋一定會有一班志同道合嘅爸爸啦，有指導有系統。第19，慳時慳力 fit 爸系統點解 work 咧？係因為佢同你生活咧配合，並非咧同你生活對抗。第20，當你為你最熱愛嘅籃球保持最佳狀態嗰陣時咧，好自然咧，你屋企人就會得到最好嘅版本嘅你咯。最後一個會俾30歲自己嘅建議就係努力 keep 好自己嘅身體，唔係為咗一時一刻好睇而做，而係為咗可以令我哋享受更多嘅籃球，有咁耐打咁耐。揾一套穩定嘅系統係唔會俾你忙碌嘅工作啦、不完美嘅運動或者陪屋企人嘅義務咧影響嘅。一忙就散嘅方法根本就唔係一個好嘅方法，因為真正嘅勝利咧唔係你曾經減過15磅啊，而係可以同隊友講 OK 啊，下個禮拜預埋我，或者同小朋友講好啊，爸爸而家陪你落公園玩。當我哋為我哋熱愛嘅籃球保持狀態嗰陣時咧，你就唔需要喺屋企人同健康之間取捨。加油，bro！